恁敢知影为虾米每一冬的2月28号爱放假？拉日顶悬，甲即天号做和平纪念日。恁敢知影啥物是和平纪念日？即天到底是要纪念啥物呢？其实这是一段要互所有的台湾人唔敢讲，嘛唔敢问的悲惨历史。这个事件发生伫差不多80年前，也就是1947年2月28号这天，所以互人号做228事件。要开始讲正经，咱先来讲1945年8月15号发生的代志。这天，统治台湾50冬的日本宣布战败，第2摆世界大战总算结束。台湾嘛已经毋是日本的殖民地，现主时真侪台湾人开始筹备迎接对中国来的国民政府庆祝台湾，就要加做一个民主国家的一份子。也毋过，所有台湾人真想袂到的是，对中国来到台湾的国民政府官员甲军队，竟然亲像刀兰同款，看起来又阁狼狈又阁落魄。原来，迄阵国民政府除了参加第2次世界大战，初当时掌权国民政府的国民党，跟咧甲中国共产党对战，情况真危急，连连败阵，敢若水崩山。迄阵的国民政府毋但甲台湾的粮食甲资源大量运过去中国，支持国共内战的需要，又搁出现各种歪歌腐败欺压咱台湾人的事件。无到适当的时间，规个台湾要加唱悬，粮食欠缺，民不聊生。甚至阁出现有人枵死伫街头的新闻。1947年2月27号，伫咧大长坪的天马地磅头前，有一个妇人人，伊予政府处地私分的人员抓到伊咧卖私分，一时刷起冲突，插7万开始一个人。去噗噗的群众开始抗议，要求政府交出杀人犯，透过广播放送。过当天2月28号，各地民众开始罢工罢课，游行到公园局，各去中华公司请愿，无受到官方禁令，放机关切甲人搬，造成真侪民众严重死伤。迄时阵，规个台湾的气氛变甲足恐怖的暴力事件一直传出来，国民政府、军队嘛开始进行大规模的镇压。为着要化解冲突，真侪台湾头人、知识分子组成228事件处理委员会，望甲当时做头前日台湾行政长官的单位进行协商，想袂到单位竟然将参加协商的台湾士绅抓起来杀，造成大量的台湾精英分子死伤，嘛致使到今仔日也无法度弥补的做军对日。当时单于
以共产党上头台湾为借口来做镇压。其实，那是共产党上头，迄当阵台湾人用的米、乌的土炭、等等的资源、物资，拢大量运去中国。台湾人也无法度伫公家机关上班，原本就望国民政府会当带来民主自由的新气象，无想到是一场民不聊生的噩梦。为虾米有人要卖私分？因为真济会当趁一个机会，拢互迄阵的国民政府收起啊，人民找无头路，趁无钱啊，这拢是为着讨食，想袂到煞了来杀身之祸。这个事件对台湾的影响足大的，互真侪家庭失去了信任，也互人开始想讲，是啥物款的政府才是咱要爱的？这嘛是为虾米后来遮侪人打拼追求自由甲民主，就是希望互台湾变更较好。即马今年的2月28号，咱拢会纪念这个日子，提醒大家爱珍惜和平甲自由，而且爱拍拼，互安尼的悲剧毋通搁再发生，因为和平甲自由袂对天顶来落来。